好像山来过年过节，阮嘛都爱过。乌衫白白用行日短天，后来都是骑屁马。现在普遍听到机车转送汉时间报题。上紧麻烦就是摕着纸名挂落去，送到因厝主人不在家。只惊因厝有斗出来甲阮爸。油菜白话讲是地地皮，头风落雨树，山人来过年过节，阮嘛都爱摕。地地皮，后来都是骑屁马，现在普遍听着机车转送汉时电报批。上紧麻烦就是摕着热汤挂落去，送到因厝阮人出来摕。言语袂通，毋过对阮真好礼。油菜白话讲是地地皮，头风落雨树，山人来过年过节，阮嘛都爱摕。乌衫白白用行日短天，后来都是骑屁马。现在普遍听到机车转送汉时电报批。上紧麻烦就是摕着纸名挂落去，送到因厝主人不在家。